雲端服務嘅時代，會計都要跟得上雲端嘅步伐。Lobster Limited 嘅 Xero 顧問帶你進入 Xero 雲端會計平台，透過一系列短片，幫你喺30分鐘之內了解同埋掌握 Xero 嘅核心功能。首先，我哋去 Accounting， 去 Chart of Accounts。入到嚟，你可以選擇新增一般普通嘅 account 或者 bank account。首先，我哋會做一般 account 先，撳 Add Account。入到嚟，你可以揀翻 account type， 有assets， 有一啲嘅 equity， 唔同嘅 expenses 或者 liability 俾你選擇。今次我哋要 add 嘅係一個 expenses 嘅 account， 打一個曲450，佢個名 Miscellaneous Expenses。最底可以有 tax rate 嘅，一般而言，如果你用香港嘅話，呢個 tax rate 會 default 幫你去0% 嘅。咁呢度我哋先手動喐一喐，然後 save。咁樣咧，一個 account 咧就已經開咗喺呢一度咧，等你使用啦。就係依家呢一個 account。然之後咧，當你開咗 account 之後咧，其實本身 Xero 佢都 default 咗一堆唔同嘅 account 俾你嘅。咁如果有啲 account 你係覺得唔需要嘅，或者你需要但係你想幫佢稍微改一改名嘅，譬如呢一個 account 404 Bank Fees， 你可能想將佢改做460，咁唔想叫佢做 Bank Fees， 叫佢做 Bank Charge， 咁其實都 OK 嘅。咁你只需要撳翻入去改曲改名就 OK 嘅啦，然後就撳 Save。想更全面同埋更系統化理解 Xero，可以進入呢個網站參加由 Lobster Limited 舉辦嘅 Xero 課程。